好来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苗栗市的中正路一间金仔店，顶礼拜三暗，互两个歹徒拿铁锤攻破着猪汤，抢走着14条的金破链。警察已经抓到人了。原来这两个是窃盗的惯犯，两个人的关系是师仔甲师傅。因抢着14条的金破链，已经有8条，互因换做现金开掉了。 嫌犯戴安全帽啊，鬼鬼祟祟来到金仔店偷情，雄雄摕钢锤啊砍破玻璃，顺手抢14条金破链。尾仔伊的朋友紧跳到外界载走，过程无90秒钟。当时头家含人客，雄雄惊一跳，根本袂赴反应。警察伫咧2天后抓到这两个嫌犯，搁伫咧因的身上找到抢来金破链。 本来嫌犯抢14条金破链，不过已经有8条却因袂掉。警察调查涉嫌抢金仔店姓刘和姓谢嫌犯，犯案进前更换机车车牌，想要毁掉证据。连夜至竹南地区及后龙溪河床取出遭抢的金饰、机车、安全帽及衣物等犯案工具。 嫌犯甲犯案的工具等伫咧一公笑深的后人溪内底，走路搁挑工设位别条路，想要闪警察调查。不过，将规尾嘛是靠警察分别伫咧台中和苗栗给抓起来。